你们这是团伙呀！闪开，给我滚！姐姐，等等我，姐姐！哎，福生，你去哪儿啊？姐姐！哎，什么姐姐？哎呀，不要添乱了！哎，等等我！还有人和我一样，喜欢在这里吃鸡爪子。唉。 还是这里好啊，耳根清净，远离那些小人的喧嚣。哼。吃一个，很好吃的。谢谢谢谢，行行好吧。 早点回家吧。嗯。天儿冷了，早点回家，啊。嗯。哎，爸爸，你别丢下我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了，爸爸。怎么回事啊？谁是你爸爸呀？哎呀，快，闪开，闪开！爸爸。 求你不要打我了，我疼啊！干什么呀你？就是的，怎么这样？让爸怎么这样啊？太不像话了，这个。我跟这个孩子没有关系，没有任何关系。没有关系。爸爸，你看大家都在看呢。小朋友，你认错人了吧？还是拿我寻开心呢？你不给我钱，我就大哭不走，你看着办吧。 都拿走！好人真的不能做，好心没好报。父皇，父皇，父皇！又来一个！你们这是团伙呀！皇上，呸！太上皇，太上皇！老大，世风日下。 现在骗子都这么大的规模，诈骗集团呢！滚，给我滚！皇上，父皇，我是人生。太上皇，我是柳儿，柳儿。滚！全都给我滚！父皇，父皇，上皇，太上皇，不要！太上皇，你不能不要我呀！连招数都不皇，你不能不要。 你们看，皇上啊！老子没钱了！我不要钱，我要火！给我闪开！给我滚！皇上回来！太上皇，皇上，你慢点！走走！哎呀！李欢，上上！皇上，你慢点！皇上，太上皇！快开车！放开！皇上！谢谢你啊，救了我一命。别客气，我也是刚好路过，顺路拔刀相助而已。现在的骗子，骗术可真多。哎，你上次说的对啊，我们这么都能碰到，说明我们很有缘分。你这个朋友，我交定了。我呀，一直是你的朋友，只不过你现在不知道罢了。现在不知道，那就是说，我以前知道。
这一身打扮是今年最流行的款式。别取笑我行不行？这个月我已经上了10次热搜了。我想有点自己的空间，不想再被狗仔拍到。怎么了？我这身也不至于很差吧？不至于很差，至于非常差。不过这样的话，效果也达到了呀。什么效果啊？看起来非常的朴实，就像从乡里刚进城的老奶奶。哎，不过这样你放心，绝对不会有人认出你来的。那这样呢？其实啊，最重要的还是要放轻松，懂得放下。人活得越自在呢，就越能彰显个人的魅力。我还真不相信这话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。怎么了？觉得我有意思？千万不要爱上我。你太自恋了。又害你受伤了，真的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把你牵扯进来的。别说对不起，只要不是你受伤，我都无所谓。我说过，一切的苦，一切的累，都由我来承担。而你，只要每天开开心心的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火辉，真的很感谢你，谢谢你那么帮我。再坚强的女人，也需要一个肩膀来依靠。而我黄辉，愿意做那个让你依靠，不让你流泪的男人。火辉，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永远照顾你，好不好？对不起，你知道的，我还在等那个人，真的对不起。不用说对不起，你也没有对不起我啊。你对他的感情，我现在完全能体会到。没关系啦，真的没关系。我们都是在等一个人餐厅，等一个人嘛。不会的，福少，福少，你快进来，带我去见父王。东阳饭店，在那儿。啊，你说你知道父王在哪里啊？哎，福少在哪里啊？哎，皇上，你要干嘛？我听说，哎，福少，哎。由大明星亲自送回家，本人受宠若惊。无论如何，还是非常感谢。一如既往的油嘴滑舌。原来你真的认识我啊？我们以前是什么关系啊？但凡他只要想起过去的事情，皮肤就会出现衰老现象，特别是提到冯峰，就更严重了。衰老？快告诉我呀！我们之前是搭档，或者兄妹，还是恋人？难不成我们是闺蜜？闺蜜，很贴切。啊！天哪，天哪！我还是不要知道了，不要知道了。芬妮，拜拜。李欢，这时我能保护你，
最好的方式了。原来是这样，原来冯峰也曾穿越到这里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我也可以穿越回去。那冯峰穿越的关键是龙卷风。龙卷风，难道真的可以通过龙卷风进行穿越吗？可是这个鬼地方没有网络，没有度娘，怎么查资料？我们这儿没有度娘，但是有张娘、王娘、李娘啊。你总算聪明了一回啊！天天吃这个，烦死了。